南无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Gatha Ekuna Visati Satang Papopi Pasati Padrang Yawa Babang na Bajati Yataja Bajati Babang Atha Babo Babani Basati Gatha Visati Satang Padropi Basati Babang Yawa Padrang na Bajati Yataja Bajati Padrang Atha Padro Padrani Basati. Stanza number 119. It may be well with the evildoer as long as the evil ripens not, but when it does ripen, then the evildoer sees the painful results of his evil deeds. Stanza number 120. It may be ill with the doer of good as long as the good ripens not, but when it does ripen, then the doer of good sees the pleasant results of his good deeds. 第119個偈頌，惡業未成熟時，作惡者或許仍覺快樂；一旦惡業成熟，他必會自食其苦果的。第120個偈頌，善業未成熟時，行善者或許仍在受苦；一旦善業成熟，他必會自食其樂果的。119，惡業未成熟時，作惡者或許仍覺快樂；一旦惡業成熟，他必會自食其苦果的。120，善業未成熟時，行善者或許仍在受苦；一旦善業成熟，他必會自食其樂果的。次即假騰朱古巴，迪巴馬面提斯圖，迪巴切波力巴爹，混gang迪巴面被車，迪巴切波杜煙痛。次即假騰尼舒巴，其斯桑波馬面拍，桑波切波煙巴紅蟲。混gang桑波面被車，桑波地鋪體兒痛。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但願一切眾生都快樂，願他們細心聆聽我說。因此一切眾生請諦聽，應向眾人類散播慈愛，他們日夜來供養你們，故應精勤地保護他們。無論在這世間或其他世間的任何財寶，或在天界的任何殊勝珠寶，都沒有和如來佛同等的。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寧靜的釋迦牟尼已徹悟滅盡離欲不死與殊勝，沒有任何東西能和法同等。在法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至上佛所讚歎的清淨，被稱為無間隔的，找不到和此同等的東西。在法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具德者讚歎的8種人組成4雙，他們這些應供者是如來的弟子，布施給他們會帶來大果報。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
以穩固的心透徹地修行，在喬達摩佛的教法裏不再有貪欲。他們以正應正之法進入了不死，他們輕易地享受所證悟的寧靜，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正如心智地裏的柱子不能被四風動搖，我說已經切見聖諦的善士也是如此，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清楚地觀照由擁有深奧智慧者善巧教導之聖諦的人，無論他們多麼放逸，也不會有第8次投生，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對於證德之見者，有3法已被他斷除，即身見、疑與如果他有的戒禁取見。他已完全解脫了4惡道，絕對不會做6種大惡。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無論他透過身或口或意所做的任何惡業，他都不會服從他。所謂見道者，絕不會這麼做。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佛陀所教導向涅槃帶來最高等利益的至上法，就像夏天第1個月的樹林盛開着花。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至上者知至上者，給予至上者，帶來至上者，教導無比至上法。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舊的已滅，新的不再生起。他們的心不執着未來生，有的種子已滅，他們不再生起對生命的慾望。那些智者像燈滅那樣熄滅。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敬禮人天尊敬的如來佛，願得安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法，願得安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真，願得安樂。